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小米的2季度財報啊。過去的2天對雷軍來說可以說是悲喜交加呀。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什麼呢？壞消息又是什麼呢？大家也知道這個前不久雷軍因為去武漢過早，是吧？網上很多討論，很多評論輿論認為雷軍要變成雷仁勳，模仿黃仁勳吃麵吃早餐。咱們也做過很多節目說過雷軍恐怕是當下這個壓力很大的壓力山大的老闆之一。為什麼壓力山大？你看財報準確無誤的說明了這一點。全網擁有7000多萬粉絲的頂流網紅雷軍，一天之內經歷了冰火兩重天的洗禮，搞得也是悲喜交加什麼悲什麼喜呢？當然是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大家是想先聽壞消息還是先聽好消息呢？好消息是8月19號宇樹科技正式上市，雷軍旗下的順為資本作為持股 4.42% 的外部機構，按照開盤價1000億來算的話雷軍這一筆買賣狂賺152億。如果按照第一個交易日收盤價是845塊，那雷軍這筆投資也賺了136億。當然了，雷軍想讓這個錢落袋為安的話也沒那麼容易，他這個應該是有36個月的鎖定期那36個月以後值多少錢，這個看天吧。大家可以看一看中石油的走勢。當然了，我們也不能說宇樹科技必然就是中石油走勢，它也有可能會這個一飛沖天。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宇樹科技人家做人形機器人，現在要開發大腦。但是這個是後話那即便這個業務賺得盆滿缽滿，即便以後宇樹科技一飛沖天，成為這個巨無霸，那也只能說是雷軍他投資有眼光，那和雷軍自己這個主營業務沒有關係，對吧？你投資可以，瞎貓碰到死耗子，但是你自己親自上手操作，那就是另外一個結局了。那個就是一個悲慘的故事，是個壞消息。我們要聊壞消息8月18日深夜，小米集團公布了最新2季度財報，全面下跌的業績表現，稱得上是又一次爆雷。幾十萬小米的股東在一片埋怨和罵聲中度過了一個無眠之夜。那小米交的這份成績單為什麼這麼招來這個抱怨呢？因為不能怪這個投資者大家失望，因為小米的財報實在太差，創下4年來最糟糕的表現。先說營收也就是它整個的營收是1089億，同比下跌 6.1%， 毛利216億這個同比下跌 17%， 經營利潤是108億，這個下跌了 19%， 扣除所得稅前的利潤115億，下跌 19.7%， 淨利潤反正這些指標大家記住了，反正所有的指標這麼多指標都是下跌，那淨利潤下跌 20.3%， 那最後經過調整之後的淨利潤下跌 43%， 縮水它只有62億了，同比都是暴跌所有的指標都在下跌，大豬小豬落玉盤指標12個個個在下跌，這就是小米的當前狀況。但是如果你要拉長到上半年，就是我要看2026年上半年小米怎麼樣呢？那指標就更慘不忍睹。2026年的上半年和2025年比收入是下降 8.4%， 毛利下降 15.7%， 經營利潤下降 39%， 淨利潤同比下跌 37%。小米上一次這麼拉胯的表現還要追溯到2022年的4季度，那一次是因為全球電子消費下行，手機出貨量大幅萎縮那是整個行業不好。但是也有個好處什麼好處呢？是因為小米1季度那業績就更拉胯。那剛才你看前半年這個是不是下跌的更狠呢？那麼到了2季度它還是在下跌，跟去年同期比，但是它那個下跌幅度稍微好看一點了。所以說明什麼？说明一季度下跌的更狠。
得把俩合到一起，是不是？那一季度下跌的更狠，那麼二季度環比啊，是不是就好看了？就給人感覺是雖然都在跌，但是到了二季度啊，它拐頭有點向彎上了，所以顯得是吧？哎，那個最黑暗的日子過去了，最困難的時候過去了，這就是那個小米的那個盧偉斌說的啊，你小米最黑暗的時候過去了。但是啊，這個投資者他可不這麼看呢，他把你合到一起一看，跟去年一比，那都是暴跌啊。你雖然這個有點拐頭的意思，但這個拐頭啊，那是下跌過程中的拐頭，對吧？投資者他會這麼去看，那是不是這個問題呢？你這個拐頭是不是以後就穩中向好，就一直向上了呢？這個可不一定吶。所以我們要把小米啊這幾塊業務要掰開了看一看，它這個拐頭啊是短暫的，還是說未來真的就會向上了？所以說跟一季度相比啊，那二季度似乎比一季度有所改善，但是比去年同期呢還是在下跌啊。這個有點像我們的這個一線城市的二手房，環比好像在漲，對吧？那跟去年同比啊在漲，環比又開始跌了，正好反過來啊，就是同比那還是跌的，環比呢好像有點在漲。若非一季度實在太差，二季度營收和淨利潤有向上修復的跡象，給了投資人些許信心，否則今天的小米股價可能又得掉頭向下。那麼咱們就要聊小米三大核心業務，這三大核心業務啊叫全軍覆沒，一個都沒能頂出來，沒有一個能打的。最為仰仗的手機業務作為小米的基本盤，在被全球存儲芯片漲價潮打亂節奏後啊，市場份額是越幹越少。二季度手機營收421億，同比下跌 7.5%， 尤其是毛利率從一季度的 10.1% 直接幹到了 8.5%。 這個怎麼解讀呢啊？這個因為這個大家都懂，由於啊這個國際市場啊這個內層在漲價，內層漲價，小米呢它只能啊把它的這個低端手機啊叫縮量，主動的少賣了，你那玩意越賣越虧，然後加大這個高端手機的量啊，然后在高端手機稍微沾點價。好，但是小米以前大家知道都是靠低端機是吧占市場，那現在你低端机賣的少了，所以它出貨量它銷量对吧營收就在下滑，下滑了 7.5%， 這大家能理解吧？好了，營收下滑，但是呢它雖然漲價了，对不對？但是漲價它為什麼利潤還少了呢？毛利率啊還降了呢？因為你手機漲價的速度還是比不過人家內層漲價的速度。小米手機它也不敢亂漲價啊，不敢漲得太狠，是吧？所以內層漲價還是侵蝕了小米的一部分利潤，所以讓小米的啊這個毛利率啊越幹越低，它沒辦法。所以這個就是說明這麼個問題。面對競爭對手一個個或公開或隱晦的漲價，這個華為的余承東不就說了嗎？手機要被迫漲價，沒辦法，內層在漲。但是小米本想把影響盡可能降到最低，雷軍和盧偉斌一再給米粉安慰，小米盡可能幫大家多扛一會兒不漲價，就算漲價也是最後漲。結果啊還是遭遇市場用腳投票。小米上半年漲了2輪，主力機型合計500到1000的漲價，漲價幅度確實不算最高，但小米手機一季度市場份額卻被沒有漲價的蘋果從第2幹到了第5，是前5大手機廠商中表現最差的一個。我們有一期節目說了啊，這小米的手機啊，它的銷量是吧，上半年表现是最差。蘋果人家不漲價了，人家是高端機，是不是？它一部手机本來就是最便宜的6000、7000的，貴的15000，它能扛得住，它不漲價。結果蘋果手機是不是這個銷量是暴漲啊？咱們啊上半年排名前10的這個機型啊，那全是蘋果啊，已經沒有國產機了，就已經說明這個問題啊。既想要高端機的利潤，又不肯放棄性價比的黃金標籤，這種既要又要的戰略搖擺，讓小米手機在2季度依然吃虧。大家似乎只記住了標榜性價比的小米手機多次漲價，國內外市場同步失守。全球5大手機廠商，小米3120萬的出貨量
雖然啊拿下了全球第3，但同比下跌26%的表現，就是它下跌的幅度还是比较快，表現最拉胯，知道吗？2020年第2季度啊，前5大厂商全球啊，排第一的是三星，60.5万啊，就是应该是6050万部手机，它是跟25年同比呢增长20%。小米啊是就是3100万，它这個年增長率是下降26%，是这个5大手機廠商裡面表現最差的。簡單點說啊，就是小米手機業務啊，是一場用出貨量換單機的單價啊主動收縮。小米在砍掉中低端機型，把資源向高端傾斜。中國市場3000元以上機型銷量佔比到了32.1%的歷史高點。所以說小米這個做法也不能說它錯了啊，它沒辦法。但現實很殘酷，智能手機毛利率反而從11.5%跌到了8.5%。小米漲價的速度沒有跑贏存儲芯片漲價的速度。2季度啊，這個內層和閃層合約價季度漲幅一度超過85%。中低端機型存儲成本從佔比啊，就是存儲佔那個手機成本的比例，從15%直接到了40%。小米總裁羅偉斌在電話會上不得不承認啊，不要過度指望內層成本短期內回落，下半年大概率還是緩漲格局，也就是這個價格在下半年這個內層還要漲。這意味着手機業務的毛利率修復短期內更多要靠產品結構繼續上走，也就是還是多賣這個高端機啊，而不是等成本下降。你只能是漲價，要麼多賣高端機，那這個是不是壓力越來越大呀？我們再看啊，這是手機啊，再看汽車，還在虧損中的小米汽車卻是雷軍翻盤的最大希望。如今好不容易去年連續2個季度實現盈利的汽車，今年又連續虧2個季度，你說是吧？這不跟金融消費者一樣嗎？是吧？狗3天貓3天的，猴3天是吧？去年2個季度是賺錢的，今年2個季度賠錢。1季度虧了31億，2季度又繼續虧26億。但這並不能阻止雷軍加速造車量產的緊迫性。經過這2年高速增長之後，小米汽車的產銷量穩定在了3萬家，就是每個月產能已接近拉滿。2季度交付新車10.4萬輛，首次跨過10萬家的門檻。但是啊，即便表現優異啊，小米上半年累交付量僅有18.5萬輛，距離雷軍定下來的全年55萬輛目標啊，僅完成1/3，就是上半年只完成全年的1/3，那你下半年要完成2/3呀？那你这多難呢，對不對？雷軍啊，恐怕又要吃早點是吧？又要去過早啊？為什麼說雷軍壓力大呢？你看看。自己定的目標完不成，汽車的這個產能銷量看上去還行是吧？但是它沒有完成任務啊，既定目標。恰恰啊，這個汽車是財報裡最亮眼的部分，也是虧損最直接的來源。2季度啊，小米智能電動汽車收入239億元，加上 AI 等其他創新業務，整個分部啊收入是249億元，同比增長17%，佔集團總營收比重已經接近1/4，當季交付10.4萬台，同比增長28.2%，這數字都是不錯的啊。蘇7系列在20萬以上純電轎車市場拿下銷冠，你看這些，單看這些都沒錯，比手機好像好一點是吧？但硬幣的另一面是，汽車業務仍在燒錢換規模階段，分部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26.4%驟降到19.2%。經營虧損26億元，雖然比1季度30億元收窄了5個億，就是比1季度少虧5個億啊。規模效應在慢慢顯現，但距離盈虧平衡還有不少的距離。接下來9月，小米鵬程 N90 Max 和 N70 Max 將正式上市，切入增程 SUV 賽道，這也是小米汽車從純電走向純電加增程雙龍驅動的關鍵一步。盧偉斌說，目前預訂情況超出預期，展車進店後看車的人非常多，但客觀來說啊，
增程 CV 賽道已經有了理想和问界这两個非常強勢的玩家，小米能不能撕開一道口子，要等4季度交付後才能見分曉。從全年目標來看，小米年初定的55萬輛交付目標，上半年只完成了18.5萬輛，約3成。下半年月均需要突破6萬輛，鵬程系列的壓力不小，把希望寄托在鵬程這個系列上。這就是它的汽車業務現在就這麼個現狀。那麼它第3塊就是物聯網，小米 IoT 業務，這個收入是313億，同比下跌 19.1%， 比手機跌得還要凶。同時毛利率從去年的 22.5% 跌到了 20.1%， 這是為什麼呢？小米給出的解釋是國補退坡，這個說明過去2年 IoT 品類的高增長，有一部分是政策紅利，潮水退去後真實動能才顯露出來。好在境外市場表現還不錯，平板、智能電視、可穿戴設備在海外增長很快，境外新零售門店已超過640家，全球化布局還在推進。互聯網服務則是整份財報裡最安靜的角落，收入90億元，基本持平，毛利率 76.8%， 還提升了 1.4個百分點。廣告業務同比增長 4.8%， 這塊業務靠的是全球 7.67 億月活用戶支撐，高毛利穩定，但體量太小，不到總收入的 10%， 就是靠這個業務也很難撐起大盤。2季度研發支出92億元，同比增長 19%， 上半年累計182億元。這些錢主要流向了 AI 基礎設施、澎湃芯片和人形機器人。小米的這個大模型已經登頂全球調用量週榜和月榜雙第一。人形機器人在汽車工廠自攻螺母攻占雙側作業成功率提升了 98%， 已經到了这個98了開始從實驗室走向產線。就在小米幾大核心業務不穩，都需要資金加固護城河之際，雷軍還要宣布小米未來3年要在 AI 領域投入不低於600億。剛才已經說了主要是燒錢搞大模型和機器人。那你說小米不投入行嗎？未來是人工智能，不投入就相當於宣布以後跟我没關係，我安安心心的造車造手機，那就變相的宣布小米退出了賽道，是吧？因為大家都知道未來是人工智能呢，你不搞人工智能，那你想幹啥？所以說這個大廠你不搞也得搞他沒錢，就這麼個情況，搞投下去沒有產出，這就是趕鴨子上架，咬着牙往前衝，見不到回頭錢，不搞就是放棄，對吧？你是自暴自棄，對吧？2大熱門領域一個是具身，對吧？機器人，一個是大模型，這個2個都要燒錢。小米趕在這個時候加入其中，不禁令股東擔心，小米的資金夠不夠撐得住，又能撐得了多久？雖然看起來小米賬上還有372億的現金，比1季度多出110億，可小米的借款總額也有393億，短期100億，這100億要一還的話那手上只有270億了。實際上他手上的現金也不富裕。 AI 業務已經開始產生可計量的商業收入，雖然規模還不大，其他相關業務收入從1季度的9億元增加到了10億元，但這個方向至少證明投入在逐步兌現。下半年小米還將推出新一代芯片和操作系統層面的底層布局仍在推進。資本市場對小米的這份財報反應相當平淡。財報發布當天，小米股價報 26.18 港元，漲了 1.16%， 這可以忽略不計市值6744億港元，而這個價格距離2025年6月創下了 61.45 港元歷史高點，已經跌出了超過一半，腰斬了剛才說了，小米為什麼它沒跌呢？就是財報一公布，因為它比2季度比起來，給人感覺好像看到了希望，下跌的速度慢了，是不是後面就要回升了？那我剛才說了它3個方向，一個是手機，一個是汽車，一個是物聯網。你說它哪個能持續向上，都不容易是吧？
汽车，尤其汽车这个啊，汽车的压力很大呀。为什么呢？也就是它要完成55万辆的这个销量，意味着从9月份開始啊，每個月都不能低於6萬輛啊。但是小米現在最多的一個月不，對吧？都不到這個，好像就勉勉強強3萬輛。也就是說，你9月份啊開始，你每個月的交付量要翻倍。大家覺得這個就可能嗎？它的產能基本上也快到頂了啊。現有幾大工廠全部實行24小時3班倒，但是你這麼幹的話，品控和質量標準有什麼保證呢？所以這些都是擺在雷軍面前的啊，一個一個的難關都要他去啃。所以雷軍面臨的是四面樹敵，又是壓力山大，絲毫馬虎不得。所以我說啊，雷軍啊，對吧？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專門做了互聯網大廠，為什麼他們一個比一個壓力大？你看看小米交的這個財報，能讓雷軍睡好覺嗎？哪一個，對吧？硬骨頭都要雷軍去啃吶。問題是雷軍啃了不一定有用啊。有些事情啊，你努力就能解決；有些事情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啊，就你努力也沒用啊，對吧？你比如說手機是內存漲價，你說你雷軍再努力能怎麼着呢？你能讓內存，對吧？價格降下去嗎？沒辦法。汽車呢，一樣啊。你說我們現在新能源汽車捲成什麼樣呢？大家下半年都是，對吧？瞪着眼睛，更加血腥。大家記着這個，我們的啊，新能源汽車上半年是每個月都是2位數下滑啊，這整個汽車行業這銷量是吧？已經連續10個月了，每個月是2位數下滑，這個蛋糕這麼萎縮，你說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要增長，你每個月還要交付到6萬，這叫逆流而上呢？你說這個壓力大不大？這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是它的汽車行業。完了這個物聯網這個呢，就是亂七八糟的啊，就那麼什麼平板吶，對吧？電腦啊，掃地機器人啊，就是亂七八糟就那些東西，那東西實際上跟什麼消費有密切關係啊，就補貼跟那個國補這樣一滑坡，它那就賣不動了。那另一邊啊，是一個無底洞，就是 AI 和機器人還沒有產出，但是啊，要閉着眼往裡扔錢。我們要通過小米啊，要看到其他的企業，比如說做手機的，恐怕跟小米的差不多吧。國產手機啊，你誰也好不到哪裡去。那做汽車的呢，你看看，恐怕比小米也好不到哪裡去。其他做汽車的，大抵如此，對吧？面臨的都是一樣的問題，因為大家環境是一樣，所以我們叫管中窺豹啊，可見一斑。最後還要聊一下這個紅綠市場，對吧？今天這個紅綠市場可以說啊，是非常非常的叫美妙啊！為什麼這麼說呢？咱們的紅綠市場啊，好像從昨天啊，對吧？那種主動回撤、主動夯實這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今天啊繼續震盪，精準調控，不露頭，對吧？做好這個全球資本市場壓30這麼個角色。今天上證指數啊漲了9.3點，9個點啊。0.24%，你說說吧，還是尾盤收上來的啊？它今天跌也沒跌多少，漲就漲9個點，這屬於精準調控，微調啊，不要大起大落，對吧？我們要的是慢牛，慢牛就杜絕這種大起大落啊，不能跟韓國Kospi市場一樣啊。那深圳成指呢，漲了0.59%。北證50跌了0.06%，你看都是在精準調控啊，這個給人感覺像是個外科醫生在開刀，你知道吧？絲毫不能差，多一點也不行，少一點也不行。科創綜指是微漲0.2%，科創50呢是微跌0.87%，創業板指數微漲0.64%，所以說你更給人感覺啊，好像是我們一個這個機械師啊或者什麼的在調那個精密儀器啊。這個調多了不行，調少了也不行，所以調的比較今天的成交量啊萎縮，說明什麼？籌碼鎖定度鎖定的比較好，今天只有2萬億啊，比昨天啊縮量4300億，說明什麼？說明大家不願意賣，對吧？你想把這便宜的籌碼搞走，那不可能，那就不賣，
你就跟上海建工爷叔一样啊，你想把他2块多钱把他这个上海建工拿走，他是不会交出来的，所以成交量就萎缩啊。那今天呢，4096家上涨，1347家倒车接人，昨天是吧，5000多家倒车接人，哎，今天人家呢来个4096家上涨，是不是让这个金融消费者一下就緩解了好多啊？昨天一下看賬戶縮水了10萬，今天一看回了2萬，對吧？這還是有奔頭的嘛，回了2萬總比不回來強，所以指望着明天啊，是不是能不能8萬回來一點啊？回了8萬，對吧？那就看明天有沒有這好運吧。今天啊，市場啊就被美國財政部干擾了一下。美國財政部啊，他出了20億美元，說要回購這個國債。後來還說了啊，他不排除要增加到40億美元，也就是我子彈有的是啊，我去買這個國債。財政部買國債什麼意思啊？買國債就把美元扔出去，把債拿回來，債券那個借條啊，他把美元扔出去，那不就是釋放流動性嗎？所以這個美國財政部只要把這風一放出去啊，那立馬的黃金啊、白銀啊、股市啊就開始漲，因為就美元多了嘛，啊，美元多了，這些資本市場它就要漲。但是啊，大家要小心啊，因為美國財政部他這個做法明顯只是個表態，他沒有那個實力。因為大家你想啊，他媽這個債就是美國財政部對吧？是你發的好不好？你有那本事你把錢還了，對不對？你買什麼債？你哪有錢買債啊？正因為這個美國的吧，它是無節制的花錢啊，對，所以那個從30萬億到40萬億美債，這就用了4年就突破了。正因為它到處在花錢吶，你說這個時候你想一下吧，它不是神經病嗎？一邊發債搞了美元回來，本來是要解決啊民生，對吧？美國的醫療啊，美國的這個軍事啊，美國一大堆花錢，結果他說我還花點錢就把美債買回來，那你還發債幹啥呢？所以我覺得啊，這就是財政部的一個態度。按理來說啊，是應該美聯儲幹這活，美聯儲說我來把美債收回來一點，對吧？你們這幫人不買還往出賣，那我來買，是吧？應該這樣的吧？但是美聯儲要買的話，那就是放水，我就現在我有印這個綠票子了啊，你美聯儲從哪兒來錢呢？是吧？他就是現在放水，那這美聯儲現在本來在考慮是不是要加息，是不是啊？他要收縮流動性。這美聯儲還縮表，那個沃什說對不對？要縮表你還放水，你還印票子，你這不是又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嗎？所以我昨天說了啊，這美債這個危機啊很難解決，因為它，對吧？它這個矛盾呢，它是互相纏繞在一起，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個灰犀牛它沒有過去啊，對吧？它已經出現了，隨時會給人來一下。所以這個資本市場呢，大家啊，如果你在資本市場，你得小心一點。它隨時啊會出現，然後它就跟那個科技股，就是人工智能啊，這個懷疑啊，兩個交替出現，所以我覺得接下來資本市場一定是會大起大落啊，一會兒往上竄，一會兒往下跌，總之啊就非常刺激，莫名其妙啊，說不定明天又來一個暴跌，好自為之吧。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